本影片將示範如何填報個別人士報稅表的利得稅部分。在此頁面，請輸入你的獨資業務的資料。首先，請說明在本年度內，你是否有根據《稅務條例》第20A、20AF、20AX 及或 20AY 條的推定應評稅利潤。如你在本年度內有推定應評稅利潤，請輸入推定應評稅利潤的資料，例如非居港者、特定目的工具、基金及特定目的實體的名稱及地址、推定應評稅利潤總額，並附上列明如何計算推定應評稅利潤總額的計算表。你可以點擊瀏覽按鈕以上傳附件，然後輸入你的獨資業務的資料，例如商業登記號碼、業務名稱、總入息、營業額、毛利或虧損、帳目所示的純利或虧損、未扣減慈善捐款的應評稅利潤或虧損，和以自僱人士身份付給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的強制性供款。請就每個於評稅基期內總入息超過200萬元的業務提供證明文件，包括財務報表或業務帳目。你可以點擊瀏覽按鈕以上傳附件。另外，請說明你的業務應否按兩級稅率課稅，是否曾代或與非居住於香港的人士進行交易，是否申索扣除研究和開發開支或環保設施開支或知識產權開支，或是否已從具資格知識產權收入所賺取的利潤申索利得稅寬減。如你有多於一個業務需填報，點擊更多業務按鈕以輸入額外資料。在利得稅第一個頁面，如果你在此業務應按兩級稅率課稅問題中選擇是，你會看到此按兩級制利得稅率課稅的業務的輸入頁面。你可以在列明有關連實體數目的問題輸入有關連實體的數目。請輸入你有關連實體的資料，例如商業登記號碼、有關連實體名稱和填妥聲明。如你有多於一個有關連實體需填報，點擊更多有關連實體按鈕以輸入額外資料。在利得稅第一個頁面，如果你在本人曾代或與非居住於香港的人士進行交易問題中選擇是，你會看到此申報代或與非居住於香港的人士進行交易的輸入頁面。就每一個業務，請說明你是否曾以代理人身份代非居住於香港的人士收取在香港產生或得自香港的行業或業務收入，或你是否曾支付費用給非居住於香港的人士，作為該人士全部或部分在香港提供的專業服務費，不論該費用是已支付或應累算。另外，請輸入所支付或應累算的全部費用。在利得稅第一個頁面，如果你在本人申索扣除研究和開發開支，或環保設施開支，或知識產權開支問題中選擇是，你會看到此申索扣除研究和開發開支，或環保設施開支，或知識產權開支的輸入頁面。請輸入申索扣除研究和開發開支，或環保裝置開支，或環保機械開支，或環保車輛開支和根據《稅務條例》第16E 及或 16EA 條的知識產權開支。相關部分將會展開以供你輸入所需資料。